自今年10月8日起，我国正式开启了对斯洛伐克、芬兰、挪威等多达9个国家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这一政策成功落地并开始实行之后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免签国家的数量顺利的增加到了29个呀，就好像是为中外人员之间的往来以及交流合作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咱们再来仔细看看此次新增的这9个免签国家，除了日本之外啊，其余的可都是欧洲国家呢。而且啊，这里面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属于那种经济发展水平处在较高层次的发达国家哦。免签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呀，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那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它为中外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文化艺术交流搭建起了一座便捷又高效的桥梁呀。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呀，外国友人想要来华进行各类活动，像是旅游、商务洽谈或者学术交流等等，以往可能会面临比较复杂的入境流程，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成本呢。而现在呢，这些流程都被极大的简化了，他们能够更加轻松、便捷的来到咱们中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便利呀。另一方面呀，对于咱们国内来说呢，这一政策也为我国旅游业的复苏以及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注入了强劲有力的新活力呢。大家想一想呀，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方便的来到中国了，他们可以亲身感受咱们中国的自然风光是多么的壮美秀丽，领略咱们悠久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看到咱们现代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生机呢。而随着外国游客数量的增多呀，自然而然的就会带动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了。这对于整个经济链条来说，无疑是一项能够实现中外双方互利共赢的大好政策呀，真的是特别值得全社会共同去庆祝，并且广泛的给予赞扬呢。不过呀，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去关注一下哦。在这次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之后呢，咱们国家其实已经对欧盟全部的27个成员国都实现了免签政策的覆盖了。但是呢，其中却仍旧有3个欧洲国家并没有被纳入到免签名单当中哦。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呀，主要就是因为这3个国家在一些国际事务当中呀，老是频繁的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对咱们国家呢，也一直持着不友好的态度呢。那接下来呀，咱们就逐个来详细了解一下这3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吧。大家可得认真看哦，别忘了点赞关注，这样还能获取更多有意思的热点资讯呢。瑞典，北欧5国中唯一未获我国免签的国家瑞典呀，它处在欧洲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上，是北欧5国。也就是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这几个国家当中的一员哦。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去看呀，它的西边紧挨着挪威呢，东北方向和芬兰是接壤的，西南面呢则濒临斯卡格拉克海峡以及卡特加特海峡，而东边呀就是波罗的海与波德尼亚湾了，和丹麦、德国、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等这么多国家都是隔海相望的呢。由此可见呀，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那可是相当重要的呀。瑞典的国土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呢，在北欧地区来说呀，它可是面积最大的国家哦。而且呀，它还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有15%的土地是位于北极圈以内的呢。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呀，造就了它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呢。截止到目前呀，瑞典的总人口大概是1056万左右。相对来说呀，人口密度是比较低的哦。再说说瑞典的自然资源方面吧，它有3大最为核心的资源，分别是铁矿、森林以及水利资源哦。这里面的铁矿资源那可是相当丰富的呀，储量高达36.5亿吨呢。凭借着如此丰富的铁矿资源呀，瑞典成功的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上，它的铁矿砂出口那可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呢。森林资源同样也是极为丰富的呀，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4%这么高呢。那一大片广袤无垠的森林呀，可不单单是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数量众多的木材资源这么简单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啊，它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呢。还有水利资源也不能忽视呀。每年可以利用的水利资源装机容量能够达到2014万千瓦呢，这为瑞典整个国家的能源供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呀。当然了，瑞典除此之外呢，还拥有铜矿、铅矿、油矿等其他的矿产资源，只不过呀，这些矿产资源的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一般了。
在整个国家的资源体系当中呀，它们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呀，跟铁矿、森林以及水利资源比起来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呀，进入21世纪初之后呢，瑞典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所处的地位呀，就开始持续不断的下降了。发展到现在呀，农业劳动人口仅只占全国就业人口的3%左右了。不过呀，与之相反的是，瑞典的优势工业部门已经成功的转向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这2个重要的领域并且呀，在医药、电讯、软件、远程通讯、光子等这些高端的领域当中呀，瑞典展现出了特别强大的竞争力呢。它的技术水平在世界上都是位居前列的呀。而这些高端产业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推动瑞典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所在了。再从经济实力方面来看呀，瑞典毫无疑问是北欧地区的经济强国呀。就拿2021年来说吧，它当年的 GDP 总量高达6274亿美元呢，在北欧5国当中呀，稳稳的占据着首位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总量方面表现突出，在工业发展水平、人口素质以及经济创新能力等多个不同的方面呀，瑞典都称得上是北欧地区的第1强国呢，综合实力那是相当雄厚的呀。然而呀，就是这样一个各方面综合实力都很强劲的北欧国家呢，却偏偏成为了北欧5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国免签待遇的国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呀，主要就是因为瑞典在国际舞台上呀，常常会发表一些针对咱们国家的不当言论，老是对咱们国家的内政事务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很明显的展现出了不友好的态度呀。对于像这样一个对咱们国家不友好的国家呀，咱们国家自然是没有必要对它实施免签政策的呀。大家要知道呀，咱们中国一向以来都是坚定的致力于和平发展的，一直都秉持着互利共赢的理念，去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的呢。但是呀，对于那些老是破坏国际和平稳定、对咱们国家持不友好态度的国家呀，咱们是绝对不会毫无原则的。国家利益对咱们国家持不友好态度的，去给予他们各种优惠待遇的这可是咱们国家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外交原则所做出的非常合理加利益。捷克，中欧8国中唯一未向我国免签的国家捷克呢，它处于欧洲中部的位置，是中欧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从地理位置上去观察呀，它的东面和斯洛伐克是紧紧毗邻的，南面和奥地利接壤，北面呢又与波兰相接，而西面呀则是和德国相邻呢。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和周边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变得十分便利了。捷克的国土面积大约是7.89万平方公里截至2023年的时候呀，全国的人口大概有1090万左右呢。这里面呀，捷克族的人口占比超过了90%呢，民族构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而这种情况呢，也让这个国家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以及后续的发展方面呀，再看看它在气候与地形方面的情况吧。捷克处在北温带，属于那种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特别分明，气候湿润宜人，每年的年均降水量能够达到683毫米呢。这么充足的降水呀，为农业生产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条件呢。而在国内的地形方面呀，主要是由平原、山地以及高原这几种不同的地形地貌共同组成的。这样多样化的地形地貌呀，不仅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同时呢，也为不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地理条件呀。说到自然资源呀，捷克的褐煤、硬煤以及油矿的蕴藏量，那是相当丰富的其中褐煤和硬煤的储量大概约为134亿吨呢。褐煤的储量在世界上可是位居第3位的呀，硬煤的储量在欧洲也能排在第5位呢。由此可见呀，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这个国家的能源体系以及工业发展当中呀。不过呢，这个国家的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砂的储量却非常少对于这些资源呀，捷克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呢，在一定程度上呀，就制约了相关产业的自主发展了。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矿产资源之外呀，捷克还拥有锰、铝、锌、银、石墨以及高岭土等其他的资源呢。虽然这些资源的储量和煤炭资源比起来呀，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呢，他们也为捷克的工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原料支持呀。森林资源同样也是捷克非常重要的一项自然资源
全国的森林面积达到了266.8万公顷呢，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4%左右哦。在欧盟成员国当中呀，它的森林面积排名是第12位呢。主要的树种包含了云松、冷杉、橡木以及桉木等等呢。这么丰富的森林资源呀，可不光是有着重要的生态价值哦，还为木材加工造纸等相关产业提供了十分充足的原料呢。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呀，捷克是一个发展程度比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哦，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呀，也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呢。在1999年的时候呀，捷克加入了北约，通过这一举措呀，进一步融入到了欧洲的安全体系当中哦。到了2004年呢，他又正式加入了欧盟，从此开启了和欧盟各个国家之间更为深度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哦。而在2006年的时候呀，更是被世界银行列入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中呢。这也就意味着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呀。捷克的工业基础那是十分雄厚的呀。外贸依存度也比较高哦，也就是说它的经济发展对于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比较强的呢。它主要的工业领域包含了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冶金工业、纺织工业、电力工业、食品工业、制鞋工业、木材加工业以及玻璃制造业等等呢。这些众多的工业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呢。并且在国际市场上呀，也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哦。它的出口对象主要是欧盟成员国哦，其中呀，德国是捷克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呢。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那是相当频繁的呀。目前呢，捷克的经济大多都已经实现了私有化哦，像银行和电信业等这些重要的行业呀，都是由私人资本来主导的呢。这种经济体制呀，为市场竞争注入了不少的活力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高效发展哦。在2023年的时候呀，捷克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3309亿美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约为3.04万美元哦，人均收入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呢，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是很不错的呀。尽管捷克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工业基础也很雄厚呀，但是呢，它却是中欧8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我国免签待遇的国家哦。而这背后的原因呀，同样也是和捷克在一些国际事务当中对咱们国家所表现出来的不友好态度，以及一些不当行为是密切相关的呢。3. 立陶宛，波罗的海3国中唯一未获我国免签的国家立陶宛呢，它位于欧洲东北部的波罗的海东岸，是波罗的海3国，也就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当中的一员哦。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呀，它的西边临接着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和俄罗斯是接壤的呢。北面和拉脱维亚是邻居呀，东面又和白俄罗斯相接，南面则是和波兰相邻哦。而且呀，它还拥有着长达90公里的海岸线呢。立陶宛的国土面积达到了6.53万平方公里。哦，全国的人口大概是289.5万左右呢，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呀。国内的地形主要是以平原为主哦，同时呢，还分布着西部丘陵以及东南部高地呢。在这些地形当中呀，最高点的海拔是293.6米哦。整体的地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坦的呢，都是非常有利的哦。在自然资源方面呀，立陶宛的矿产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哦。尤其是像石油、天然气这些重要的能源资源呀，对立陶宛来说那是高度依赖进口的呢。这在一定程度上呀，就限制了这个国家能源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方面的自主性哦。不过呢，这个国家在资源利用方面呀，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选择哦。比如说呀，在西部地区是拥有石油页岩资源的呢，波罗的海大陆架那里呀，也蕴藏着一定的资源可以用来开发哦。此外呀，在东南部地区呢，还拥有着比较丰富的铁矿以及花岗岩等矿产资源呢。虽然这些资源并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的需求呀，但是呢，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撑哦。值得特别提一下的是呀，立陶宛的森林和水资源那是十分丰富的哦，尤其是在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啊，森林覆盖的面积呢是相当广阔的呢，达到了217.7万公顷哦，森林覆盖率超过了30%呢。这里面主要是以针叶林为主哦，那一大片广袤的森林呀，
可不单单是重要的生态屏障这么简单哦，它还孕育了非常丰富的林下资源呢。像蘑菇浆果以及草药等等这些资源呀，都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哦，能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额外的收入来源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呀，立陶宛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哦。自从独立之后呀，立陶宛通过推行企业私有化改革呀，逐步地融入到了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呢，经济形势总体上是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哦。工业呢是立陶宛的支柱产业哦，它涵盖了矿业、采石业、加工制造业以及能源工业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呢。这些工业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呀，共同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链条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呢。在农业方面呀，立陶宛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哦，畜牧业的产值在农产品总产值当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90%呢，是这个国家农业领域当中的核心产业哦。同时呀，立陶宛的电子工业、纺织工业以及食品加工业也发展的相当不错哦，特别是在食品加工业这个领域呀，像糖奶肉制品等这些出口产品呀，在国际市场上可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的哦，很受消费者们的喜爱呢。在2023年的时候呀，立陶宛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778亿美元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约为2.71万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在波罗的海3国当中呀，处于比较好的水平呢。然而呀，和瑞典、捷克这2个国家类似呀，立陶宛也是波罗的海3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中方免签待遇的国家哦。这主要是因为啊，立陶宛在近年来涉及到和咱们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上呀，老是频繁的采取一些错误的行动，还老是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的友好关系呀，所以呢，咱们国家就没有把它纳入到免签国家的名单当中哦。当前呀，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了呢，各种各样不确定的因素也在不断的增加呀。但是呢，不管怎么变，合作共赢始终都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呀。那些老是坚持和咱们国家对抗、损害咱们国家利益的国家呀，他们可不仅仅是会错失掉和中国开展合作的宝贵机遇哦，更严重的是呀，他们还会失去咱们中国这个庞大无比的市场的。长此以往呀，很有可能就会自断发展的道路哦，最终呀，肯定是要为自己的那些错误行为付出代价。自食其果的呀。说完了国际上的这些情况呀，咱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咱们国内的江苏省吧。江苏省呀，那可是咱们国家境内 GDP 排名第2的经济强省哦。长期以来啊，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呀，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当中呀，一直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呢。就在近期啊，中央正式批复了江苏省的发展规划。明确地提出要在江苏省内打造3大都市圈的这一重大的决策呀，可不单单是为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那接下来呀，咱们就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江苏省这3大都市圈的规划与发展情况吧。大家可千万要认真看哦，别忘了点赞、关注、点击小铃铛呀，这样就能第一时间知晓更多有意思的区域发展资讯了。江苏省被中央选中推进都市圈发展的缘由，江苏省所处的地理位置那可是相当优越的呀。它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的核心区域，处在长江与淮河的下游，位置呢就像是一条纽带一样呀，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联系方面的重要连接点哦。全省的面积达到了10.72万平方公里呢，而且呀，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形哦，平原的面积占据了全省总面积的86%以上呢。如此平坦开阔的地形呀，为城市建设、农业生产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提供了得天独厚、无比优越的条件呀。与此同时呀，江苏省的河流湖泊那可真是多得很呢。境内有着像长江、淮河、京杭大运河这些极为重要的河流，还有太湖、洪泽湖等大型湖泊哦。它可是咱们国家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江河湖海的省份呀，这在全国来说
那都是独一份的呢。这么丰富的水资源呀，不仅造就了江苏境内那优美如画的自然景观，更是极大的推动了水运事业的蓬勃发展。就目前来看呀，江苏省内河航道的里程长达2.4万千米呢，航道网络那叫一个密集呀，通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其中呀，像连云港、镇江港、南京港以及苏州港等等这些港口呀，可都是国家主要的港口呢。他们的设施都很完善，功能也十分齐全，承担着大量的货物运输任务呢。截止到2021年底的时候呀，江苏省内的生产性泊位已经达到了5909个呢。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船舶呀，都能够在这里顺利的停靠，并且完成装卸货物的需求。水运在整个江苏省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呀，所发挥的作用那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呢。除了水运之外呀，江苏省的陆路运输同样也是十分发达的。在公路方面呀，有徐明高速沿、徐高速沿、淮高速等好多条高速公路，纵横交错的分布在全省各地呢。它们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全省，并且能够和周边省份顺利连通的高速公路网络呀。在铁路方面啊，京沪高铁、宁杭高铁、青沿铁路等这些重要的铁路干线呀，贯穿了整个江苏省呢。通过这些铁路呀，江苏省能够和北京、上海、杭州等国内的主要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截止到2024年5月7日呀，江苏省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4623.2千米呢。而且呀，为了能够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络，不断提升运输能力呀，江苏省对于铁路建设的投入那也是相当大的。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呀，江苏省才能够更加高效地和国内其他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与交流呢，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以及先进的技术流入到本省呀。而这呀，恰恰就是中央选中江苏来推进都市圈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江苏省3大都市圈的详细规划与发展潜力：一、南京都市圈横跨苏皖2省，打造长三角。新增长极南京呢，它既是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同时呀，也是处在江苏与安徽2省交汇地带的核心城市。由它所构建起来的南京都市圈呀，那可是横跨了江苏和安徽这2个省份呢，地理覆盖的范围那是相当广泛的呀。具体来说呀，南京都市圈涵盖了江苏省内的镇江、淮安、滁州、扬州、常州的金坛区，以及宿迁市，还有安徽省的芜湖、马鞍山、宣城等城市呢。整个都市圈的总面积达到了6.6万平方公里。这里面包含了好多经济基础比较好、发展潜力也很大的城市呢。南京自身的经济实力那是相当强劲的呀。就拿2023年来说吧，它当年的 GDP 高达1.74万亿元呢，在全国所有的城市当中呀，排名可是位居第10位的。这足以展现出它那强大的经济活力了呀。而且啊，国家还正式批复了南京作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关键中心城市呢。同时呀，也明确了它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表明南京在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交通网络当中呀，都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了。对于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呀，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啊。再看看南京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情况吧。南京的制造业综合实力那是非常强劲的呀，在全国各大城市当中呀，位列第8呢。其中呀，石化、汽车、钢铁、电子信息这4大产业呀，可是南京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在2023年的时候呀，这4大产业的产值超过了9000亿元呢，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了60%呀，为南京工业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呢。与此同时呀，南京在新兴产业领域也展现出了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像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这些新兴产业呀，近年来的发展那是相当迅速的呀。技术创新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了，它们已然成为了推动南京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了呀。南京都市圈的建立呀，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呢。一方面呀，它能够进一步发挥南京在产业经济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所具备的优势。
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呀，向周边的城市，比如常州、芜湖、淮安等进行辐射拓展呢，从而带动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呀，在整个都市圈内部各个城市共同努力之下呀，这个区域有望把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最终形成一种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徐州都市圈横跨4省，依托交通优势推进区域协同。徐州都市圈呀，它位于江苏省的北部地区，地理位置那是相当特殊的哦，横跨了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这4个省份呢，是以徐州作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一个区域经济合作圈哦。它所覆盖的范围那是非常广泛的呀，其中包括了江苏省内的连云港、宿迁等城市，还有山东省的枣庄、济宁，安徽省的宿州、淮北，河南省的商丘等城市呢，整个都市圈的总面积达到了4.8万平方公里涵盖了多个处在省际交界位置的城市呀，是推动区域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以及协调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平台呢。徐州呀，自古以来就享有5省通衢的美誉呢，光听这个称号呀，就能知道它在交通方面的重要地位了呀。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呀，京杭大运河贯穿了徐州的南北方向呢，这就为徐州的水运发展提供了特别便利的条件哦，使得徐州能够通过水运的方式呀，可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其他地区开展货物运输的往来呢。同时呀，陇海铁路与京沪铁路在徐州这里交汇呢，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铁路枢纽。这极大地提升了徐州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等国内的大城市圈之间的区域联动性呀，人员和货物都能够通过铁路非常快速地往返于这些地区呢。而位于徐州东侧的连云港呀，它可是江苏省最大的海港城市呢，在徐州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当中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哦。连云港的港口设施那是相当完善的呀。铁路、公路以及航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在这里相互衔接、高效配合呢，共同形成了一体两翼、一港四区的组合大港格局哦。这样的格局呀，不仅提升了连云港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以及运输效率呢，还使得连云港成为了亚欧大陆桥东方的重要枢纽哦。它能够把国内的货物通过铁路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区呢，同时呀，也可以把国外的货物引入到国内来。为徐州都市圈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呢。徐州都市圈的发展呀，将会依托徐州和连云港这2个城市所具备的引领作用哦，充分地发挥他们在交通、产业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呢。通过联合宿州、商丘、济宁等周边的城市呀，共同推进兖东、陇海线城镇带建设进一步去优化区域内的城镇布局以及产业结构呢。同时呀，还要不断地增强徐州都市圈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影响力促进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呢，最终实现区域内各个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为推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缩影。苏西长都市圈实力强劲，助力长三角经济繁荣。苏西长都市圈呀，它涵盖了苏州、无锡、常州这3座实力都很强劲的城市整个都市圈的总面积是1.75万平方公里呢。这3座城市呀，在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呀，都各自有着独特的特色，并且优势也是十分显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长三角地区一个极具活力与竞争力的都市圈呢。苏州呀，作为江苏省的第一大市呢，在经济发展方面，那表现的是相当卓越的呀。它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之上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以及先进材料这4大产业呀，共同成为了驱动苏州经济持续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呢。就拿2023年来说吧，苏州当年的 GDP 高达2.47万亿元呢，在全国城市的排名当中呀，位居第6这充分彰显出了它雄厚的经济实力呀。而且呀，苏州的工业总产值更是达到了4.4万亿元呢，在全国的排名当中呀，位居第2
这一数据更是直观地体现出了苏州制造业那强大的规模以及卓越的竞争力呢，也让苏州在全国的工业领域当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呢。一是呢，它处在苏州的西侧位置京杭大运河从这座城市当中穿过呢，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赋予了它便利的水运条件，就同时也塑造出了优美的城市景观呢。无锡的基础设施建设那是相当完善的构建起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也正因如此无锡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呢。在产业发展方面无锡市的制造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并且逐步的形成了多个优势产业集群呢，比如说物联网、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这些产业这些产业集群汇聚了大量的企业人才以及先进的技术资源呢，在市场竞争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蓬勃的发展活力呢。在2023年的时候无锡的 GDP 达到了 1.55 万亿元呢，稳稳的排在江苏省内第3的位置为整个都市圈的整体经济实力增添了坚实的分量呢。常州坐落在无锡的西侧呢，处在长三角洲的中心地带是我国制造业的前沿阵地之一呢。近年来常州的主导产业像是高端装备、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这些产业发展的那是相当迅猛的尤其是在2023年的时候更是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成功晋级成为了万亿级产业集群呢。这一标志性的成果意味着常州的产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充分体现出了它在产业升级以及创新驱动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呢。在2023年的时候常州的 GDP 高达 1.01 万亿元了，在全省的排名当中位列第5展现出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呢。苏锡常这3座城市的 GDP 总量加起来超过了5万亿呢，大约占全省 GDP 的40%左右这样庞大的经济规模和上海的 GDP 那可是不相上下的充分彰显出了苏锡常都市圈那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着如此坚实的经济基础为都市圈的融合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呢。一方面这3座城市之间能够通过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技术合作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去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的竞争力避免出现同质化竞争的情况呢，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各种要素在都市圈内部更加自由高效的流动呢，加快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在推动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洲的经济繁荣方面苏锡常都市圈所发挥的作用那可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长三角地区产业创新的高地能够吸引大量的创新资源汇聚到这里呢，催生出众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以及新业态而且凭借着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以及产业集群优势还能够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我瓜或者爱吃蘑瓜。同时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消费市场以及对外交流的窗口苏锡常都市圈还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促进区域内外的贸易往来以及文化交流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呢。总之江苏省的这3大都市圈每一个都有着各自独特的特色，也都有着各自明显的优势它们之间相互协作、相互促进呢，共同构成了江苏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并且在未来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助力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当中也必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各项规划逐步的落地实施，再加上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前景那肯定是会更加广阔的这3大都市圈也将会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呢。希望大家看了这些内容之后都能有所收获记得点赞、关注、点击小铃铛咱们下次再一起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内容